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喺3月23日舉行民間全民投票日，等市民以到站或者離站電子嘅投票方式，一人一票選特首，以表達對第4屆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嘅支持程度。香港大學亦都設有4個投票點，分別係莊月明文娛中心 G01室、嘉道理生物科學大樓平台、何添堂以及沙宣道會堂。同學同埋附近嘅市民都嚟到票站投票。由於網上投票系統持續受到攻擊，所以民調計劃宣布喺下晝2點半起至到夜晚9點，全港部分嘅票站將會臨時轉用實體投票，電子投票系統則會繼續運作。今晚10點，大會將會召開記者會，公佈係咪延長投票開放時間。投票人士希望今次嘅民調可以表達佢哋嘅聲音。教頭講其實係都想俾翻一啲類似我哋民間嘅意向結果，俾一啲選委參考。希望可以喚醒到香港人要知道，佢投票係佢嘅義務咯。其實真係。今次其實想係投票就係想話透過呢個模擬投票去表達一啲我哋對特首嘅聲音。我希望真係盡快可以爭取雙普選，因為我相信只有民主先至可以令呢個成個社會有進步。校園電視記者林家燕報導。